Hello，我係節目主持人伊頓啊，今日就嚟到華發金灣府啊。聽講佢依個樓盤非常之 hit，非常之火爆啊！就前幾日啫嘛，佢嘅 A5 棟啱啱推出嚟，直接賣晒130幾套，完全售罄。咁緊接住佢6月20號將會加推啊！咁加推之前，我就嚟到呢一個位置，同大家做一個詳細嘅介紹。咁我哋呢個位置係點解令到咁多人去買呢個位置呢？首先呢一個位置就係金灣航空新城。金灣航空新城佢係非常之多公園、商場以及佢嘅一個商業同埋周邊嘅一個配套非常之多啊！咁講返到我哋嘅公園啦，大家睇睇我身後呢一個就係由我哋華發去打造嘅一個仲夏夜之夢嘅一個園林公園，非常之舒服。呢個係其中一個，仲有一個金山公園，同埋我哋嘅金湖濕地公園，再包括到我哋旁邊嘅一個中心河濕地公園。咁多公園就唔驚冇公園行啦，係咪先？咁我哋嘅商業行幾步路就到我哋嘅金灣華發商都，非常之方便。咁我哋嘅交通啦，亦都唔使講嘢，15分鐘到20分鐘嘅一個車程就可以返到港珠澳大橋口岸啦。咁20分鐘就可以去到我哋嘅珠海國際機場，非常之方便啊！咁從我哋呢一度直接去到我哋嘅江門台山，哇，15到20分鐘走黃茅海大橋，所以話1小時經濟圈又可以去到我哋整個珠三角地區，或者係從我哋呢個位置出發去到我哋嘅國內所有城市，都係完全冇問題啊！咁有人問啦，呢個樓盤嘅優勢係乜嘢？呢個樓盤嘅優勢就係 4.0 全新推出嘅一個產品。嗱，跟住我鏡頭嚟到我哋嘅手部睇一睇佢全新加推嘅一個戶型。就係我手上呢一個產品啦，大家可以睇一睇我頭上去鋪出嘅一個91平方嘅4房2廳2衛，包括我哋嘅 A6 棟加推嘅就係89平方、91平方同埋99平方啊！呢個都係 4.0 產品，實用率係去到100%㗎。好啦，咁我哋去樣板房睇一睇啦。好啦，嚟到我哋呢邊嘅樣板房啊，呢一個呢就係91平方嘅4房2廳2衛啊。嚟到第一個嘅交樓標準啦，就係我哋嘅防火實木門，再包括我哋嘅5合1填字門把鎖。跟住我鏡頭入到嚟我哋呢邊嘅一個交樓標準，就係我哋鞋櫃位啊。呢一個鞋櫃相當之 OK， 大家睇一睇裏面究竟係有幾深有幾闊，呢度可以放多你更多嘅一個雜物啊。而且華發佢嘅鞋櫃交樓標準亦都係做得相當仔細啊！大家睇一睇呢度，仲有預留一張凳俾你啊！因為呢一個位置啦，你放唔到一張長條嘅一個凳啊嘛，所以佢有幫你諗到呢樣嘢啊！跟住我鏡頭入到嚟我哋嘅門口右手邊，就係我哋呢邊嘅一個洗手間啦。我哋呢邊嘅淋浴企位啦，非常之闊，非常之 OK 啊！花灑水龍頭都係我哋交樓標準。再出返嚟到我哋呢邊嘅一個馬桶，我哋呢邊嘅一個洗手盆，整體嘅鏡櫃仲帶有燈帶添喎。再睇返到我哋呢邊裡面嘅一個交樓標準，係咪非常之多佢嘅一個格位俾你呢？咁嚟到返我哋嘅飯客廳先，大家睇一睇呢個飯客廳係咪好開闊？冇錯啦，呢個飯客廳佢嘅一個開間咧係5.7米嘅，呢一邊可以放到一個4至6人嘅一個飯台，再嚟到呢一邊就係我哋呢邊嘅一個客廳位啦。當然啦，如果你話
有一種設計理念或者自己嘅一個方案嘅話，可以因應唔同嘅風格去打造你嘅一個 sofa。前面嘅一個電視牆就係交樓標準啦。再跟住我鏡頭嚟到呢一邊嘅整體嘅一個大陽台，大家睇一睇呢個5.7米嘅大陽台係咪好舒服？係咪好四正？而且採光嚟講非常之開揚啊！咁攝影師跟個鏡頭嚟到呢個位置啦，大家睇一睇呢一邊仲 set 有一個洗衣機或者烘乾機嘅一個位置，呢一度仲可以幫你預留埋一個洗手盤嘅一個位置，上面嘅一個櫃體仲可以放你嘅一個洗衣液同埋洗衣粉，都完全冇問題啊！跟住我鏡頭嚟翻到我哋嘅廚房位，呢一個廚房就係 U 型廚房啊！呢邊嘅一個交樓標準3件套都係有晒嘅，抽油煙機、爐灶同埋洗碗消毒一體機啊，俾到你。跟住嚟到呢個位置啦，佢就係放佢嘅一個熱水器位啊，都已經 set 好晒咁樣嘅位置俾你啊。冷熱管道喺呢邊，跟住佢嘅一個煤氣錶就係放喺到呢度，所以佢整體嘅一個廚房位咧，佢嘅一個空間利用都係已經幫你 set 好晒噶啦。跟住仲有呢度係一個明窗設計，呢度仲有預留一個雙門冰箱。諗得非常之周到啊！呢度仲有個推拉門添。嚟到呢個位置啦，大家睇一睇，佢原本啦就係一間房嚟嘅，開發商啦就係將佢呢埲牆剝咗，打造咗個南北通透嘅一個效果，完全唔會話將佢嘅4房係完全冇點樣去利用，因為佢考慮到呢一間房同埋個廳連埋一齊嘅話，會更加舒服啊！因為91平方做到4房，咁我哋肯定利用到極致啦嘛。咁嚟睇一睇呢一間房先，我哋係做到4開間正朝南向啊！呢一間房嘅一個採光面亦都係非常之 OK。今日係落雨，所以咧佢就冇乜太陽，而且依家都已經成5點幾6點㗎啦。呢個位置啦，就放到個1.6米床，跟住亦都係3邊落床位啊！再嚟到呢一邊啦，冇走咁快，攝影師嚟到呢一個位置就係打咗一個衣櫃嘅一個位置，完全係冇問題啊！再嚟到我哋呢邊嘅兒童房啦，大家睇一睇係咪好溫馨呢？坐低落嚟可以感受到細路仔以前嘅一個快樂，住一間咁樣嘅榻榻米嘅一個房，再望住窗邊睇翻我哋嘅園林，係咪好舒適呢？再嚟翻到我哋嘅右手邊，再打造咗一個書台俾你嘅仔仔或者女女，係完全係 OK 㗎。重點嚟啦，睇我哋嘅主人房，係咪好 surprise 呢？91平方。做到一個270度嘅一個轉角飄窗，哇！睇到都正，睇到我自己都濕晒啊！係咪好舒服呢？呢度可以做到一個1.8米到2米嘅一個大床，完全係冇問題。兩邊再打造咗一個佢嘅一個整體嘅床頭櫃，完全係 OK 㗎，而且係女人都中意嘅一個衣帽間。當然啦，如果你覺得呢一個衣櫃有啲細嘅話，你可以將佢連埋一齊，整成一個 L 字形嘅一個衣櫃。當然啦，你將個91平方所有空間利用到最盡，一定要叫設計師去諗一諗先。嚟到我哋主人房嘅洗手間啦，大家睇一睇，完全係唔會覺得91平方居然佢嘅主臥嘅一個洗手間係咁開闊嘅。再睇翻呢邊，佢係整體嘅一個玻璃窗，就咁樣問你舒唔舒服？再嚟到呢一邊，就係佢整體嘅鏡櫃，再加上坐喺度望出去，成塊玻璃
係好暢順㗎。再嚟到呢度就係佢嘅一個洗手台，呢一個就係91平方嘅4房2廳2衛。當然啦，我哋嚟緊嘅6月20號將會加推我哋嘅 A6 座。咁我哋嘅 A6 座係有乜嘢呢？有3個戶型，2梯5戶，佢係分別有89平方啦、91平方啦，同埋99平方。佢其中嘅91平方係同呢個一模一樣。咁我哋依邊嘅89平方同埋99平方，暫時係冇樣板房嘅，目前都係加工打造緊，係為咗俾你哋更快嘅一個進度去睇翻我哋呢邊嘅房。講翻到我哋呢個位置啦，我哋屬於金灣航空新城，亦都係珠海嘅一個中心位。我哋呢邊嘅交通，我哋呢邊嘅商業都係非常之繁華同埋方便嘅。咁有幾方便？我哋呢度去到港珠澳大橋15分鐘至20分鐘嘅一個車程係完全冇問題。去到我哋嘅珠海機場大概係20分鐘嘅一個時間，完全係可以高德地圖俾到你睇。咁我哋呢邊嘅商業有乜嘢？隔離就係金灣華發商都，裡面所有品牌、所有 shopping mall 都係會有，而且我哋呢個位置係叫做行政服務中心。你無論自己住或者你未來帶有少少升值嘅空間，都係會有㗎。因為我哋依家現時賣緊嘅就係18,500到22,000咁樣嘅一個均價。如果話你想了解到我哋呢邊更多嘅資訊呢，就可以去我嘅頻道評論或者 WhatsApp 我。咁今期到呢度啦，下期再見啦，拜拜。